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2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分配啊。为什麼聊分配呢？實際上，我們最近節目啊一直在談這個。現在經濟低迷啊，問題就出在分配上面。我們回憶一下啊，前不久啊，這個應該上海財經大學的這個校長叫劉元春，他在一個論壇上啊，他就直言不諱，他說叫強政府、富企業、弱國民啊，大概是這意思啊。大家自己可以去找一下他那個演講。可以說啊，在這個公開場合講這樣的一個觀點，那還是有一定的這個底氣和這個膽量的啊。強政府、富企業、弱國民，也就是國家富裕，企業賺錢，老百姓窮，這不就是分配出問題了嗎？不是沒有財富啊，財富是有的。你再聯繫到前不久，這個也是在一個論壇上面，這個孫立平教授他認為目前經濟問題就是出現在循環這一塊，不能正常循環，錢流到某一處啊，比如流到政府這兒，它不能再往下循環，導致這個經濟失衡。實際上歸根結底啊，還是分配的問題。今天正好啊，我看到有一篇自媒體文章叫泥刃聊經濟，他這個文章的標題就更直接了啊，所有經濟問題的根源其實都是財富分配不公。他這個文章不光說啊，印度這個經濟問題是財富分配不公，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其實引發的經濟問題都是財富分配不公導致的。日益沒落的美帝啊，也是這個情況，就是只要是經濟問題，那歸根結底都是財富分配不公。財富分配不公不等於財富分配不均啊，也就是不是說要搞平均主義，也不要誤解了。分配不公是說不公平，對吧？你該得到的財富你沒得到，你出賣8小時應該得到多少錢，但是給少了，或者是通過別的渠道、別的手段又抽走了，對吧？又搜刮走了，這叫分配不公啊，不叫分配不均。所以他這個文章標題啊，說所有經濟問題的根源其實都是財富分配不公，對吧？不公平、不公正。文章說啊，經濟問題一提到這個詞，人們想到的總是經濟危機、通脹、通縮等等，好像經濟本身是個非常複雜的東西，它的脾氣啊也很難琢磨，所以動不動就出問題了，需要調整。再加上眾多經濟學家的深奧闡述，經濟問題好像跟宇宙黑洞一樣，搞不清楚，非常玄妙。對啊，被各路經濟學家一解釋的吧，似乎這個經濟啊變成非常深奧，但實際上經濟學家也說不清楚啊，要不然不會有那麼多誤判呢。我們經常也看經濟學家的觀點，很難說對。為什麼呢？作者說啊，其實啊，用這個馬斯克倡導的思維方式啊，叫第一性原理來解釋經濟學問題。他如果這樣的話呢，你就會發現經濟問題的本質啊，其實很簡單。那什麼叫第一性原理呢？就是直接思考問題的本質，直接發現它的首要屬性，不要陷入那些複雜的現象之中，就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啊，你直接抓住核心本質問題。那麼對經濟如何進行第一性的思考呢？所謂經濟啊出了問題，很簡單，就是大部分民眾財富急劇減少，這就是對吧？我們老說經濟低迷不就是你沒錢嗎？對吧？你負債了還不起了，你那個房子在貶值，也就是大部分民眾的這個資產在縮水，縮成負資產啊，本質上就這麼個問題。那麼無論是美國的大蕭條，還是日本的泡沫經濟破裂，或者是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的次貸危機，首要的現象都是居民財富嚴重縮水，也就是老百姓沒錢了。所以啊，這作者認為啊，這個就是經濟問題第一性找到了，就是絕大部分普通人他們沒錢。那我們就要去找答案呢？為什麼好好的突然大家都沒錢了呢？錢去哪兒了呢？有很多人說啊，我們300多萬億的這個錢在銀行，我們貨幣發行不是300多萬億嗎？那錢在哪兒呢？怎麼在銀行？老百姓為什麼沒錢呢？所以又得考慮啊，經濟的第一性原理啊，是生產力進步帶來了財富增長，所以科技進步，人們的生活水平就會提高。亞當·斯密作為現代市場經濟之父，他最重要的出發點就是普通民眾不能繼續貧窮下去，他們需要富起來。亞當·斯密認為啊，只有大部分人富起來，經濟才能形成一個良好的循環，社會才能更好、更加美好，能夠叫一直發展下去。那我們回到那個經濟啊，第一性原理啊，就那個出發點，經濟的本質啊是生產力進步帶來社會財富的增長，在這個基礎上，經濟卻出了問題，就很奇怪，因為啊，生產力確實在以肉眼可見的方式劇增，畢竟我們已經擁有前所未有的強大的生產工具，雖然人們生產的財富在劇增，債務卻不斷增長，消費卻走向低迷，那麼就能得出來一個最簡單
的算術結果，財富分配出了問題，蛋糕越做越大，只不過大部分蛋糕被少數人切走了，這就是所謂的經濟問題的本質真相。他說，如果大家都很懶，那貧窮就實屬應該；如果生產工具很爛，基礎設施很差，窮情有可原。但這些原因顯然都不成立。無數個工廠在高效率的生產各種各樣的產品，基礎設施也已經很完善，高鐵和飛機在忙碌穿梭，互聯网如高科技提高了所有的生產效率。關鍵是人们的上班時間還很久，通常每天都需要8小時以上的滿負荷工作，加班時間普遍很長，大部分人都為工作付出了全部精力。在這種情況下，還是出現了經濟問題，人們普遍缺錢，導致消費不足，這就很奇怪。所以說來說去，第一性原理都指向那句話：財富分配不公，導致了所謂的經濟問題。實際上這個我可以舉個很好的例子啊，因為大家上過高中啊，學過數學物理的都知道，我們舉例子啊，你要舉那種無窮大或者無窮小，這樣你一下你能發現本質。比如说啊，這個社會這麼發展下去，人工智能大家都看到了，一定會替代人，就是勞動。出租車行業對吧，蘿蔔快以後智能駕駛根本就不需要司機，工廠裡面以後不需要工人，都是機器人，自動的流水線，一個工人都不需要。也就是說未來不需要大家幹活。這個馬斯克自己說了吧，他說認為20年以後啊，人家不需要工作啊。那你說問題來了啊，我們都不用工作，那我們吃什麼呢？我們誰給我們錢呢？對吧？你看馬斯克，他通過技術進步，他通过他的手段，人工智能，对吧？未来5年，他很有可能有1萬億美元的這個獎勵。也就是你看啊，科技進步帶來的財富是向寡頭集中的，而普通人你連工作機會都沒有了，你沒有收入，是這個社會沒有財富嗎？不是啊，財富還極大增長，生產力提高了，對吧？這個財富是越來越多，只不過是普通人你沒有上桌分配財富的機會，你連出賣自己8小時都沒有了。那按照現在這種搞法，你沒有工資，那怎麼辦？對吧？這就是一種極端情況。那這種極端情況，那就是靠財富的分配，這個蛋糕怎麼切？一次分配不行，對吧？那就2次分配，2次分配不行，那就3次分配，什麼對吧？這個慈善基金啊，捐贈啊，對吧？這是所以啊，財富的分配擺在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無論你是資本主義還是什麼其他主義，都面臨的一個問題，也就是隨着科技進步，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不需要工作，你沒有工作機會，財富急劇增長，但是財富也急劇的向個別人集中，那就考驗你的分配。如果你按現在的這種分配方式，那大家很多人就要餓死，對吧？那就不僅是經濟問題了，那就是社會問題。所以說啊，這個財富分配不公啊，導致底層老百姓沒錢。這個時候啊，你無論用什麼政策去刺激，用什麼手段去調控，都是治標不治本，因為大部分人分配到手中的錢是不足的，這個病根不治，其他的手段都是隔靴搔癢。文章說啊，他說這裡面有2個角度可以看這個問題，是哪2個角度呢？一個是富人向窮人搶錢，權力向無權力者搶錢。富人向窮人搶錢，我覺得啊，這個表述不對。富人是不會向窮人搶錢的，只會是虹吸，也就是錢多的他自然就會賺錢少的錢。錢多的人，他掌握生產資料，他掌握科技，對吧？他掌握創新，創造了財富。你作為窮人，你要消費，你消費，實際上這個錢又流向這些富人，對吧？這是一個經濟學規律啊，這個不叫搶錢。但是權力向無權力者，那是搶，也就是權貴，對吧？或者婆羅門，那個叫巧取豪奪，那就是搶。當然了，富人搶窮人的錢，這個目前有，那只是說明你這個法治啊還有問題，坑蒙拐騙那也是搶，對吧？以次充好，賣假奶粉，對吧？那個各大平台直播賣的那些假貨、偽劣、假冒，那都屬於搶，它違反了經濟學規律，它那個是你法治出了問題，你的監管出了問題，你不能什麼都扔到這個市場經濟這個規律裡面去。但是權力向無權力者搶錢，這個在法治和監督不完善的情況下變得格外容易，因為他們永遠都能制定出有利於自己的規則，因為遊戲規則歸他掌握。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這個問題往往容易被掩蓋，因為窮人也有機會喝湯，但是到了總財富增長沒那麼快的時候，矛盾一下子就暴露出來了。這個我以前老用一個例子幫大家理解這個事啊，就是豬圈裡面一群豬，經濟好的時候什麼意思呢？就是每個豬槽前面都有食，有的多有的少，但是都有。這個時候啊，每頭豬啊都在悶頭吃自己面前那個食，不會有問題。
題。但是經濟發展不好的時候，有的豬槽裡面豬食就沒了，但是有的豬槽裡面豬食還挺多的。這時候豬槽裡面沒有食的那個豬啊，他就會到處看，他就會發現，哎，那頭豬呢，豬槽裡面那麼多吃的，那麼多食呢，哎，他就不滿，他就要叫，嗷嗷叫啊，就這麼簡單啊。經濟好的時候，為什麼大家怨言少呢？是因為你一努力啊，你好像還能賺點錢。你能賺錢的時候，你就好像对那些腐敗現象啊，就沒有那麼深惡痛絕，你就覺得抓着也挺好，不抓也不影響我，我這不還能賺錢嗎？什麼不公平的现象，你好像就能容忍，对吧？什麼4+4也沒那麼厲害了，天價耳墜，對吧？等等，大家好像就睜一隻眼閉隻眼。那為什麼現在4+4、天價耳墜等等這些事情一下就能把網上的情緒給點燃呢？是因為每個人都發現自己槽子裡面沒有食了，一看別人還有那麼多吃的，就不滿了，矛盾一下就暴露出來。這個時候啊，搶錢一方不僅不會收斂，反而會更加肆無忌憚，因為他們會把手伸向那些以前不屑於搶的領域，去爭着賺以前看不上那些小錢，沒毛病啊。這個權貴婆羅門也一樣，以前經濟好的時候他就賺那個大錢，小錢又累，对吧？事多讓別人賺吧，那別人就會賺一點，對吧？那就大家都能叫你吃肉我喝湯，好像只要你努力，對吧？你說不定你也能吃上肉，所以大家怨言就少了。那現在经濟不好了，那权貴賺錢也不好賺了，蚂蟻也是肉，对吧？蚊子腿上刮肉，所以他賺錢就不顧吃相了，割韭菜就刨韭菜根，這矛盾就突出了，對吧？這個韭菜最这個深有體會啊。你過去你騎摩托車，騎個電動車、自行車違章了，頂多教育一下是吧？說你下次注意。現在就罰款50、20也不嫌少，就是這個道理啊。不是事情的本質變了，而是原先的偽裝沒有了。當窮人連湯喝起來都困難時，所謂的經濟問題就來了。對啊，當很多豬啊發現自己槽子裡沒有食的時候，不就問題就來了嗎？一抬頭發現那個對面那個大黑豬，對吧？吃的是膘肥體胖的，他能不來氣嗎？他能不叫喚嗎？文章說啊，所以啊，經濟問題本質上就是上層對下層搶錢的姿勢太難看的問題，也就是不顧吃相。繁榮時期他們文明的搶，低迷時期不講吃相的搶。進一步我們還可以看到，經濟問題還常常被當作一個幌子，好像將目光引向經濟問題，就一下子成了學術客觀規律不可抗力。這時候上層還會煞有介事的假裝我們在想盡辦法幫你們解決經濟問題了，是你們的大恩人，對吧？所以說你們要從自身找原因，你有沒有努力？文章說啊，說這就是米萊改革的要義，都別跟我裝了，徹底取消那些冗餘的吸血鬼階層，讓民眾自己掙的錢自己花，繞開所謂的分配體系。於是被官僚主義壓迫的死氣沉沉的阿根廷經濟一下子就活了。政府赤字1個世紀都沒解決的問題，米萊用1年就解決了。這就像一個人得了病，最後發現根本不是病，而是身上長了寄生蟲。作者說啊，說我也不是什麼米萊吹，他的做法也並不是說啊就是100%完美，但我們至少能從中看到一個真相，說經濟這個事啊其實沒那麼複雜。想讓經濟問題變複雜的那些人，很可能是想打着幌子多搶點錢。他這個說的啊，我覺得非常的客觀。把問題複雜化的人，實際上是在制造問題，一邊制造問題，一邊號稱啊解決問題，無非就是為了多搶點錢。一語道破啊，一切經濟問題的根源都是財富分配不公。如果有人对此避而不談，那就要警惕他們是不是拿走蛋糕更多的那批人。實際上啊，這個經濟學家早就說過了，不創造財富的人去分配財富，這個社會好不了，就這麼簡單。創造財富的人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的財富怎麼去花，怎麼分配，也就是憑空多出了一個實力階層，那麼一定會爆發經濟危機，經濟一定會這個衰落低迷。為什麼呢？當牛馬創造財富的人發現他創造多創造少自己都得不了多少，他的积极性一定会受打擊。这个大家对吧，人性都是自私的嘛，你光靠口號對吧，要貢獻要奉獻，這些能管一時，但是你不能長久一直這麼幹，對吧？我們也不能否認啊，說我們每個人要有一些貢獻精神啊，奉獻精神，但是你總不能一直一生都在奉獻吧。所以當創造財富的牛馬韭菜發現這個財富跟他沒有什麼關係，他就會消極抵抗，至少他就沒有那麼積極上進。當大部分人開始消極抵抗的時候，這個經濟它能好得了嗎？沒有人負責去創新，對吧？沒有火車頭
我或者進一步說吧，當很多人都沒有安全感，這些致富小能手，這些致富帶頭人，匆匆忙忙連滾帶爬潤到海外去了，經濟還怎麼發展，對吧？但稍有點才能的人也想盡一切辦法潤到海外，你留下的還是什麼呢？留下的都是窮鬼殺惡鬼。但是我們同時也注意到啊，這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一樣的，由於分配出問題，會導致經濟危機。但是不同的是什麼呢？不同的它是有自我糾正的一個機制，所以他們能度過這個危機，不至于爆發大規模的社會問題動亂。你看，消失了30年的日本，並沒有說日本就是吧陷入動亂。這個是我們要關注的。我們不能老說講這個日本就是消失了30年，好像日本特別慘。表面上看日本是很慘啊，但是你看日本這個說日本垮掉的一代，对吧？宅男，但是日本的治安，日本的社會它並沒有亂呢，井然有序。美國的大蕭條，美國也没有亂。对，2008年次貸危機，反正美國的治安一直就這樣，对吧？也沒有什麼惡化，也沒有說什麼改變。也就是萬惡的資本主義，他們那個有一套自我糾正機制，還能起效果。那印度就夠嗆了，錯誤它很難自我糾正了，最終就只有導致，對吧？底層人牛馬韭菜出來糾正，那社會就亂套了。這種糾正往往伴隨着是暴力，是社會動亂，對吧？幾百年輪回一回。這個阿根廷的米萊，對吧？他把這個冗餘啊，就是實力階層盡可能的縮小，對吧？什麼電視台、媒體，統統的你自己養活自己，你養不活你就倒閉，國家不給你發錢，對吧？就是國家不花錢去養那些來吹捧自己的，這不是米萊的話嗎？国家也不去花錢打廣告吹捧自己，花納稅人的錢呢吹捧自己，這個說不過去啊，對吧？那個從米萊開始，總統一退休就是普通人，你為國家節約多少錢？所以你看米萊上來搞1年多，这100多年的啊，這個財政赤字沒有了。作為印度的吧，通過稅收，通過印度的國有企業，通過賣地皮，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財富，並且政府還天然的佔有大量的資源，所有的資源都是政府的。印度就是這樣啊，無論你的地還是你的這個礦、空氣、水，都是國有，都是國家的。江河湖海創造的財富都在大頭那兒，集中到大頭那兒。這就是那個上海財經大學的那個校長劉元春說的，強政府富企業。咱們有很多大廠，對吧？很多企業非常賺錢，但是叫弱國民，老百姓沒錢，這不就是分配問題嗎？但是有時候我們要想一下啊，這種分配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就至少在這個環節啊，按照這個孙立平教授的說法，那個就是錢循環到這兒還沒出問題，對吧？你政府多分，大頭多分也行。那你多分的這個錢，你學北歐，對吧？北歐就是高稅收高福利嘛，那你高稅收也行，那你高福利啊。但是他在這個環節出問題，沒有高福利，這個錢幹什麼去了呢？變成大山裡面的宏偉工程，變成各種大橋，變成老幹部療養中心，變成很多廣場，變成城市裡面一遍又一遍啊被刨開了馬路，浪費了。還有更多的啊癱掉了，腐敗婆羅門，對吧？圈錢交易，也就是好鋼它沒有用在刀刃上，那這兒就出問題了。財富集中到你這兒，沒有派在用上，沒有用來，對吧？保民生，沒有用來什麼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我認為這是最大的問題。所以我一直說啊，房地產其實這個行業沒什麼好壞，對吧？政府賣地這個也沒什麼好壞，它就是一個分配。那作為韭菜，我們上班賺錢，然後花錢去買房也沒毛病，然後你承擔了高昂的地價也可以。問題是這個錢去了，你買房60%到70%的資金是進入政府的口袋，那這個錢幹什麼去？這是關鍵是在這兒。如果這個錢回頭又用在民生上面，那沒毛病啊，就是我們自己大家花錢，对吧？我買房，最後得到的是一個更好的社會保障，那你付出是對的。所以這個循環到這兒出問題了。我們再看看我們這個鄰國越南，對吧？你看越南，它要搞12年義務教育，一直要到高中都是免費。越南的改革力度也很大，對吧？把很多這個電視台關閉，這個是今年年初的事啊。越南把很多地方合併扁平化，裁撤公務員，縮編呢，這不就是有點這個米萊的意思嗎？但是他沒有米萊做的那麼徹底啊，一步一步往前走。這個越南人啊，雄心壯志啊，2026年他們計劃的 GDP 增速啊，居然要創歷史新高。我們總說大環境不好，對吧？說地緣政治、貿易戰，難道越南面對的這個大環境跟我們不一樣嗎？不都在同一個地球上嗎？對吧？怎麼越南還給自己定了一個歷史最高的啊 GDP 增速，還是11%吧？所以有的時候啊，你談經濟問題，你就經濟問題講經濟，實際上已經偏離了方向。說分配，歸根結底還是權力結構，對吧？還是制度啊。聊經濟問題啊，歸根結底又要聊政治。不是網上有這麼一個說法嗎？分蛋糕的最後一個拿蛋糕，對吧？
吧？你負責分，那麼不好意思，让別人先挑，剩下的是你的。哎，这就是一種制約啊。這樣的話，因為他是最後一個挑，所以他務必要求分得公平，分蛋糕的最先挑，問題就出來了。咱們有14億人啊，經常逛街的人，經常各個城市之間飛的人，恐怕都有一個感受啊，也就是說，你無論到哪個機場、火車站、高鐵站，甚至城市的街頭啊、大商場，似乎人沒有10年前多。不管哪個城市啊，你都會有這種感覺，大街上沒什麼人，冷冷清清。北京就是這樣，以前繁華的街道、商場，對吧？一些比較有名的景點，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現在節假日人很少。10年前啊，我到首都機場 T3航站樓，对吧？一过完安檢，往下一看，烏壓壓的全是人。他們有的坐飛機去上海，對吧？那個叫京沪快線，有的是去對吧？全國各地，那個人特別多。但是現在一看啊，冷冷清清。高鐵站也一樣，過了安檢，裡面就開始堵了。現在呢，人去哪兒了？城市裡沒人，農村裡實際上也只剩下老人和小孩，所以大家都會在問呢，人去哪兒了？這就是經濟低迷的一個現狀，大家都龜縮，對吧？都縮在家裡不動。說一千道一萬啊，歸根結底是收入降低，消費降級，每個人呢都在節省，衣食住行都能在網上解決，不需要再去逛街才能買東西，商務出行大幅度減少，对吧？能不出差就不出差，企業也沒錢，經不起造啊。大家在家裡啊刷一刷手機，一天很快就過去了，花不了多少錢，實在不行點一份外賣。所以這個社會發展太快啊，高房價、高彩禮、高昂的醫藥費，把老百姓的口袋掏空，大家普遍沒了消費能力，最主要是就業，對吧？也就是你賺錢能力不確定。一個房地產行業倒下，順帶一整個產業鏈都倒下，政府的地賣不出去，水泥建材賣不動，家具賣不動，家電賣不動，門窗燈一系列配套設施都賣不動，影響多少個行業，多少人因此失業。市面上錢啊流通越來越少，銀行的貸款貸不出去，大家的拼命的還銀行的貸款，然後把錢往银行存，但是银行自己貸不出去，想要錢的没資格。比如呢，暴雷房企想要跟銀行借錢借不着，不想貸款的人他也不缺錢，銀行冒險放出去的錢又收不回來，全民负債，对吧？这是当前的一個形勢，怎麼解決？實際上是很難解決。我們現在賴以，對吧？這個自豪的高科技，剛才已經說了啊，高科技只會加劇貧富分化，那更依賴於你的分配，對吧？而分配這個能解決嗎？所以這個歸根結底啊，還要做過苦日子的準備啊，它是個死局啊。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